佈局正式啟動，行政長官梁振英同埋負責政改諮詢工作嘅3人組交代2份政改報告。梁振英提到，香港社會對於2017年行政長官普選嘅提名程序爭議極大，諮詢期結束之後，亦都有相當多市民參與7·1遊行同埋民間投票活動，表達公民提名等等嘅立場，已經即時向中央反映。無論嗰啲意見呢，是否被認為係符合國際標準，又或者呢佢提出佢淨係講國際標準，但係都冇講過國際標準係乜嘢嘢。我哋呢都全部將佢係歸納。如果國際標準係不符合基本法嘅話呢，或者係人大常委有關嘅決定嘅話呢，我哋都係要跟基本法同埋人大常委嘅規定同埋決定嘅。報告當中有主流意見同埋較多意見認為等等描述嘅字眼。政制及內地事務局局長譚志源就話：意見複雜，唔能夠以數量表達。如果純粹用一啲簡單嘅數字分咧，未必係對提意見嘅朋友或者團體係公道嘅。佢哋希望全國人大常委會可以喺8月就係咪需要修改2個產生辦法作出決定，預計今年年底就普選行政長官嘅具體方案展開第2輪公眾諮詢。亞洲電視記者梁家寶報導。政務司司長林鄭月娥話：社會上對特首選舉嘅方式仍然有好大嘅分歧，若果政治團體堅持己見，或者會錯失普選特首嘅機會。金玲彤報導。為期5個月嘅政改諮詢總結報告終於出爐，政府總共收到124000幾份書面意見，總括提到普選行政長官嘅提名程序同埋提委會應該點樣組成等等。林鄭月娥喺立法會交代報告內容嘅時候話，要達到共識並唔容易。社會上唔同政治光譜同埋唔同持份者就住某啲議題嘅立場同埋意見，可謂南轅北轍。要收窄分歧、尋求共識，要喺立法會取得2/3議員通過方案，絕對唔係一件容易嘅事。林鄭月娥又話：如果政治團體堅持己見，或者會錯失普選行政長官嘅機會。如果社會再虛耗時間同埋精力喺一啲喺法律、政治同埋實際操作上均難以得到落實嘅建議上，如果政治團體只係堅持一己嘅立場而唔願意妥協，恐怕我哋將白白錯失喺2017年落實普選行政長官嘅機會。佢希望社會各界能夠以理性務實嘅思維溝通，凝聚共識。亞洲電視記者金玲彤報導。而特首梁振英喺提交全國人大常委會嘅報告，亦都歸納各界嘅意見，提到社會普遍期待17年1人1票選出特首，而報告亦都提及公民提名。梁家寶報導。報告話，主流意見認同基本法第45條明確規定，行政長官提名權只係授予提名委員會，提委會有實質提名權，唔可以被直接或者間接削弱或者繞過。提名程序方面提到，有意見認為要先經過提委會委員推薦參選人，再提名若干候選人。亦都有唔少意見認為，參選人要獲得一定比例嘅提委會支持先至可以成為候選人。至於公民提名同埋政黨提名，報告只係提到有一啲團體同埋人士提出7·1 51萬人上街爭取普選，同埋70幾萬人參與佔中全民投票等等。報告當中冇具體提及，只係喺總結同埋建議嘅時候話，諮詢期內已經有法律團體指出公民提名唔符合基本法嘅規定，但係仍然有唔少香港市民喺諮詢期結束之後仍然認為提名程序應該包括公民提名嘅元素。亞洲電視記者梁家寶報導。社民連同人民力量嘅議員不滿政改首階段諮詢報告，向林鄭月娥掟嘢，又表明會提早發動佔中。李文欣報導。喺政務司司長林鄭月娥話無需就2016年立法會產生辦法作出重大修改之後，幾名泛民議員隨即喺座位上大叫。社民連梁國雄離開座位，被保安人員制止，將佢逐出會議室。林鄭月娥，你有冇對得住香港人？我哋要公民提名，我哋要公民提名。林鄭月娥用不少有些嗱，我覺得我有責任喺林鄭月娥面前將我嗰個鳥籠係整爛佢，我鳥籠裏邊就係裝住
真普選同埋公民提名。人民力量陳偉業話：唔排除聯同其他嘅團體提早佔中，做份假報告、假諮詢。喺會議完結之前，泛民議員一齊企起身，高叫口號，要求冇篩選嘅普選。亞洲電視記者李文欣報導。泛民主派議員認為政改報告未能夠向中央如實反映港人對真普選嘅訴求，又批評唔修改2016年立法會產生辦法係扭曲民意。建制派就話報告全面。江川報導。泛民批評政改報告嘅內容只係迎合特區政府嘅立場，冇向中央如實反映民情。如果你係要向中央政府如實去報告民情呢，冇可能